请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，这时我们要来进入10条戒，由你的圣神，互阮让来入伫真理，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愿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个主日34主日，讲到10条戒，甲第1条戒。咱顶礼拜是干那介绍10条戒的总论尔定。咱今仔日要进入第1条戒。第1条戒，这个第1条戒是上重要的，也是咱上无法度通来认捌的。来，这个第1条戒讲，除了我以外，你唔通有别个上帝。个另外一个翻译就讲，伫我的面前，你唔通有别个上帝。这两项的翻译拢真水，这两项的翻译的意思是安尼啦吼。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袂使有别个上帝。意思讲，咱爱尊敬拜独一个上帝啦，听。但是咧，伫我的面前，你唔通有别个上帝。意思讲，你唔通杀我甲别种的神明做比拼，了解吼？真侪基督教现行的基督教所传的是二元论。二元论意思讲，魔鬼偌伟大，魔鬼的力量偌大，定讲这啦。所以呢，咱得爱属灵精进来拍魔鬼。哇，这唔对。那是讲这个世界拢有魔鬼在统治，唔是安尼啦。上帝只有一位，管创造世界、管世界只有一位啦，无落对敌的啦，无落这意思。好来，咱今日来了解，咱来了解这条戒，咱用3个观点来讲。第一就是认捌上帝尊严的属性，认捌上帝尊严的属性。咱2礼拜前有讲到，好的所行，人要做善事，这个标准是上帝的律法。第1条诫命就是讲，咱敬拜的独一对象，就是耶和华上帝，这是伊所命令的，也是伊堪得安尼来受咱来敬拜。伊是唯一的真正的上帝。哥林多前书8章50到60，伊嘛是伟大的救赎主。伊毋是创造主尔，伊嘛是救赎主，佮含咱入狱的上帝。伫这出来去记20章第1节，伫旧约的时阵，伊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烦恼的压制，来得到讨棒。伫新约，伊借着耶稣基督，互咱对罪恶中得到讨棒。所以耶稣基督带咱新的出埃及。圣经嘛，教是耶和华是永远伫地的上帝，伊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以赛亚书40章28节，伊是全能的上帝。提摩太前书1章17节，伊嘛是公义的上帝。耶路米12章1节，伊嘛是善良的上帝。马太福音19章17节，伊嘛是永远袂过换、永远袂改变的上帝。马拉基书3章6节，所以咱个会当找出真侪上帝的属性。这个属性拢证明一点，证明啥？无人会当甲上帝相比拼。所以，伊确实真正创造咱的主，救赎咱的主，拯救咱的主，佮互咱继续活咧永远的主。伊是阮不断成做圣洁，会当换心变化的主。所以，堪比咱全人、全部、全心来称颂而乐。所以，若是安尼，咱这个第1条戒就讲，咱爱认捌上帝。认捌上帝，伊爱属性。咱愈认捌，咱就知影讲哦，你也知影吼。这个所谓偶像，尤其政治的偶像，拢啥？拢爱讲某某人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这个是个中国的天主，对不对？天主讲万岁，圣经袂使主张万岁几号人。好，人所活的年岁拢嘛无超过1000岁，安尼了解吼。第2项，这个
咱来了解讲，这是第一条界，到底伊是对咱有啥物要求？咱第三较来讲，这条界禁止咱。这个第一条界对咱有啥物要求？唔当心，咱来认捌上帝。这个教是咱来遵守这个该吊命的时阵，先咱爱认捌独一的真神。第二项就叫咱来信靠伊、顺服伊，来仰望伊，来听从伊，搁来敬畏伊，甲尊敬伊。哦，这是圣经内底教示咱的。来，咱先了解来，第一，圣经教示咱来真正的来认捌伊，还是讲正确来认捌伊。这个认捌吼，希伯来文也大有迄个两种的意思。第一项就是讲，真侪人讲伊捌上帝，但是伊是理性的捌上帝，伊是感情的捌上帝，伊是迄个行事行达内底伊捌上帝。这种的捌上帝拢是真可贵，但是圣经教示咱若要真正捌上帝，是要照着圣经上帝的启示来认捌伊家己，安尼较了解。那是讲，咱伫这个海边哦，迄个沙，海边迄海滩的边哦，看到迄沙地内底有人安行踏，咱看到这个骹地，咱知影有人踏，对不对？看这骹地长底，哦，知影这人身悬偌悬。看这日的这个沙哦，看偌重，咱知影差不多这个人约偌重，体重偌重啦。差不多，看到咧行大个，咧主席，哦，知影这人个性是安怎？咱这拢叫做推测。但是咧，那这人带到咱面头前讲，这个就是我啦，这我的骹地啦，哎呀打落啊，我就是安尼啦，我就安尼。所以人间所有的知识财万，这推理的所认捌的上帝，甲上帝启示的上帝无共。咱基督徒就爱为上帝的启示来认捌上帝。所以这叫做正确的认捌上帝。啊，这认捌第二种的意思吼，这个认捌就是迄个圣经内底讲，希伯来文讲亚当甲夏娃同房的认捌。啊，这意思是啥？这认捌的意思就是讲，我规个人拢奉献予伊，若是用做丈夫的人，伊若结婚的时，意思是自从伊家己的一切来奉献予伊的妇人人。一个人结婚的时，伊嘛是奉献予伊的丈夫，互相奉献吼。devotion，迄个香港人翻做委身呐，啊，台湾人要哪说献身就对啦，爱献身呐。结婚就是为着迄个献身，咱若是生咱的囝，咱嘛为着咱的囝献身呢，嘛是第六世来着。啊，所以这认捌上帝，毋是脑智德的理性德的认捌。是规个人奉献予伊，为着伊来拼死，啊，这个是真正正式的认捌上帝。啊，独来信靠伊的意思讲，咱爱专心来敬畏伊，来尊敬伊。上帝是我唯一信靠的对象，伊是至高的对象。啊，顺服伊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爱从上帝的旨意放伫我所有的理想。所有人生的计划，所有我的财物的顶面，意思讲，我这个人一世人上重要是认捌上帝的旨意，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行伫上帝的旨意的中间。啊，这敬畏伊吼，敬畏上帝，英文叫 fear God。这敬畏的意思，毋是迄个，毋是惊吓尔的啦，毋是惊吓尔的。迄 fear God 的意思，就是尊敬伊。真热情来听从伊，啊，所以我唔敢来得罪伊的意思。啊，敬畏吼，讲一个较白的吼，就是讲惊上帝唔惊人啊。啊，咱台湾人吼，伫囡仔咧出世吼，啊，大汉咧教囡仔讲，你无畏无人，你捌听过即句话无？好，我真是啊，定定我老爸言，你无畏无人伊，你目中无人，无畏无人，心中无神，目中无人啊。就讲，所以咱从细汉互人教示来为人，你入门爱看门风，对不对？啊，入所在爱拜托你公，啊，你得爱看人的面色。哇，这种那种教，啊，咱得爱啥？咱袂使含人，咱袂使吼
袂使成想要出头，咱来看人的面色，我拢教这，拢教这个变做互阮台湾人吼，变做西瓜挖大饼啦，西瓜挖大饼啦，变做啥呢？贪人，我有比较较高啦。但是基督徒唔是安尼哦，基督徒信耶稣了后，我是敬畏上帝哦。那得罪上帝，我绝对无容忍，我绝对无让步，我坚持，安了解吼。所以惊上帝，唔惊人。多咱所读的迄个圣经在内底有一个彼得迄阵规个犹太官府。法利赛人要掠伊，要来杀伊，讲你放弃信耶稣。伊讲圣经甲伊就讲，这个顺服人，甲顺服甲顺坦上帝，对一项是合理的。我顺服上帝，无顺服人，这是合理的。所以换一句话讲吼，咱基督徒毋是白目，毋是背骨，调工的误入咱的爸母。调到迄误入政府，毋是，是政府也是爸母，因所行大的，因所教示的，若无下伫上帝旨意，我无爱接受。若大部分无这个情形啦，咱了解吼，咱了解。我伫落迄东吴，佮伫咧做兵的时候，向国父一向距3几公里，我这头疼咧。请问我有行无？这实在伤寒。第五上化，向国旗行咧会使袂？会使，这是尊敬。这个第一，你爱尊敬这个孙中山，拢会使啊。并做第一，当作新名。念伊遗嘱，遗嘱吼，你知影？遗嘱就是 testament。Old Testament 就是旧约啦 ，New Testament 就是新约啦。从伊来变做这，咱等下会讲到这个问题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求咱唔但是咱咧，上帝个伫咱生命中间占上大的位置。好，迄大当长老会吼，迄一个长老外含呢，迄个长老吼，伊逐摆若风台雨的时吼，做囡仔是阮做囡仔是足少，40-50年前。风台雨时哦，因兜的厝哦，无去个扭锁用迄个用安全绑的，先去别教会啦，绑了是较倒来因厝啦。煞一摆吼，迄个风台来的时候，煞做教会厝顶拢掀起啦，因兜的煞无掀啦，因煞做啥你知？都叫规整个人来，拜托，迄大当人足合济，全因兜的迄远草的厝顶哦，全搬的全去砍咱教会顶悬啦，因兜都一直落雨咧。这，来讲我你看遮含啊，信耶稣信甲笑伊，伊讲无，上帝计袂使答应。真侪教会的人吼，我伫庄脚的教会吼，因若见收单哦，册行，较早毋上行，较早是拍册拍好的上好的，先奉献落教会，拢摕1/10啦。迄阵教会吼，我咧教会大厅呢，我伫主条教会，足侪册啊，迄就是因讲我也无收入啊，我著靠一年3档咧收尔，对不对？收2档册1档小开，就拢3节来奉献，若种山啊咧，把3来奉献。这因迄个观念，伊感觉我应跟上帝做我迄落。后来第二项，咱来看第2条解。伊禁止咱啥？第3来看，这禁止咱什么代志？因为上帝是一个这 jealous， 我们下不要翻译了。咱的迄个汉文翻做忌邪的上帝，忌邪上帝要怎讲台语啊？我不要讲，我歹势，我真不要讲。意思讲上帝是一个嫉妒的上帝啦，迄个原文是嫉妒的上帝。咱讲嫉妒他会对，上帝他会嫉妒他会对，意思就是讲嫉妒有排他性啦。咱台湾人哦，上起基督教这个排他性。那咱讲信上帝，你搁信耶稣，
啊，过来拜托你公，过拜妈祖婆，啊，大家做伙信，啊，请问大人要信无？当然嘛信，这有烧香有啥？有保庇啦，啊有只有惊气啦，啊加一个生命来保庇啦，啊到时若上天公的时，我去这个道教遐看人家迄个太虚，吼对不对？啊伊佛教看那西方，对不对？伊回国看那啊，我逐对一人较好，我著遮大挂遐大挂遐大挂，啊得台湾人写上爱安尼啦，对不对？啊若要跋筊，啊两边拢拄啦，两边拢底啦。啊，拢应该拢袂用介意啦，了解意思哦。这是台湾人这种跋筊性，跋筊就足重，所以咱无法度了解讲，这上帝哪会万道咧？啊，这个你若台湾人讲也袂通啊。你讲着阿某，较早人哎哟三妻四妾，啊娶几个某，啊保我袂使万道，啊这生几个囡仔袂使万道。这个袂当的时阵，因为台湾人拜的神明是好兄弟。有家有惊气，有拜有保庇，但是基督教的上帝是老爸，按了解吼？老爸才会使几啊个？我顶下捌讲一个笑话，对不对？老母生时就写啥？天经岁月，娘有情修。哦，这个天地安尼永远安尼定来过去，但是阮老母咯，好年岁愈来愈大，长岁寿对吧？啊，第二个春满乾坤。伊写者讲嗲满洞，阮老爸，吼，安尼规区经拢阮老爸对吧？吼，伊老母杀来说，鱼啊杀来打来讲，恁老母吼，这个干一个尔来，我无讨客遐啦，你乌白来哩，吼，所以啊，所以老爸干一个尔，所以上帝是咱的天父，只有一位尔。那安尼来了解是咯，哦，所以咧，请问你敢会用阮你的囡仔，四个叫人老爸叫爸？对不对？哇，这袂使。所以上帝无愿意任何人甲无愿意任何人，还是任何事物来分享伊独一真实的阳光。安尼，所以有安尼，伊了解较是咱袂使拜偶像。后来，旧约的百姓用各种无共款的形式伫敬拜偶像。啊，所以咱来了解第一，这个禁止的第一项就是咱袂使奉事别个上帝、别个神明，所以咱莫讲别个上帝啦，爱讲别个神明啦，吼，别个神明。这偶像的意思是讲，自从这个神明、其他神明的地位，放甲上帝相比拼，安尼若是安尼，即马上明显的就是上帝无爱互咱去拜这个布拉，吼，拜这个神明。这个咱基督徒大概袂做啦。第二项就是讲，咱袂使行巫术，去用算命啦，去用看蒙啦，去用那个招魂啦，甲死人交接啦。啊，这个伫这个道教，叫做落阴或者观落阴，吼落阴，啊是迄个是招魂。啊，伫这个一贯道哦，因叫做开刷就叫你亲戚来。啊。这袂使，啊那算命嘛袂使，算命就是讲你自从你的命运来交互你这算命的人。请问算命实在袂使，因为算命一种是因为伊有啥用三术啊，三术听有无？饲小鬼啦，饲小鬼就是拜三术啊。啊，即摆三术来时阵，我有一个亲戚，伊咧算命，伊讲伊若咧三术若来的时阵吼，拢当伊健康来讲话。啊，所以伊打参那人算的是有够准的。伊一摆算到啥呢？算到高雄市国体处的处长。伊来讲你安怎？你当时收对一项红包，对一项收红包，对一项红包，叭，但讲错，我凊彩讲一个，但讲30几项。迄个处长惊一个呢，规身躯凊汗。伊讲，这个我唔知，你家知？你家知？啊，个是讲啊，安尼你后礼拜你来关，哎有解无？啊，果然迄个人后礼拜向来关，我还会知影，因为迄个，我这三四十年前，迄国体处的处长内底一个秘书就是我一个亲戚，啊，伊在看你讲的，哦，看着惊要死，啊，这就是啥？三叔啊，饲小鬼啦，饲小鬼，啊，这种这是含邪灵交接，啊，第二种。
有时阵伊咧算命哦，三算四绕开，啊，毋是用这个，毋是结连的，结这个邪灵，那是从啥你知无？你了解无？迄啥？伊迄就是真正，我迄个亲戚讲，这个做放毒啦。伊咧算命是来讲，哦，你会安怎哦？恁翁的命格内底爱娶三个某，我哈哪会使？啊，了解无？啊，这若讲互你听，你会惊袂？会惊。啊，若讲你翁咧，你人讲哦，安尼哦，是对啦，我是对啦，对有桃花啦。我爱得桃花，得到桃花运，搁得到桃花财，搁人闪迄个桃花劫，听好无？桃花劫就是我用白空爱用的，桃花运的时阵，讲为了查某得到财哦。我一家伫遐听一下，我讲哦，你害死人了你啊！迄一个好的意面，互你讲一下呢，请问迄查甫会兴趣饲袂？哇，赞哦！好，下一个会更好。我搁唔知安尼，我搁人财两得。我操，这是真极大的念力。这极大念力，互你安尼，你个人全心全变做啥呢？变做车花，变做要想要行家面，一直为爱，搁贪心。迄足害，迄是对人一种洗脑呢，意识形态呢。所以圣经来禁止，邪灵也禁止用意识形态，互咱洗脑，这也是禁止。因为咱脑筋内底充充满满上帝话命的话啦，毋是这个人会对咱的迄种。第四种就是咱毋当然袂使用算命。我一改我去互大遐高中生教迄个去教因安怎算这个星象。好，我看者惊死！我星象我咧找我读几啊本的时候，我研究了是讲，哦，星象有两种，一种是单虚拟的，叫做紫微斗数；一种是西洋的。这不管是西洋还是这个华人的，拢有同款的特色，就是讲，你若属于这个星象的人，你就是你这个人，你的人格、你的婚姻、你的事业、你的个性、你的人际关系。拢亲像这个主人翁啦，安尼意思啦。是因为你讲哈，但是基督徒咧，基督徒咱心思意念，咱得爱上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咱得爱上耶稣基督。你说毋是啊？你煞全注重迄个人啦，投射伫你的心上啦。那亲像讲，咱咧看电影。咱迄男主角若是歹人，你若讲我在现在我嘛咧，你煞咧学歹去对吧？安尼意思安尼，这煞全无法度批判，无法度思考，这足害。你煞变做互人来塑造讲，你就是下手做的，下手做的人个性是安尼。哦，你讲我安尼，我这个个性，迄实在是骗的。后来第二项就是讲，咱袂使敬拜圣徒。敬拜圣徒就是讲，上帝迄个上帝的所听从，遐圣徒，你来抓权，安尼凊彩卡袂拄就讲某咪人讲，伊的话煞变做圣旨，煞比上帝较悬。咱得爱降服伊讲拢是真理，爱讲拢袂使。所以我真意爱大家兄弟姊妹吼，唱诗歌上好使啥？爱有歌谱，咱听有无？人我带歌，我带来人不好谱咧。像你照谱唱，也是爱照我唱，照我比的，了解意思无？尊重作者嘛。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伊较早做个副部长嘛，伊甲我讲吼，我有时阵听到迄牧师的讲道，听到足艰苦的。我是安怎咧？伊讲我吼，赶紧。迄个牧师见讲道，遐经章我才杀来一直读，好读。化做我的祈祷，讲我著要照安尼行，莫照这个牧师讲的行。安尼意思哦。伊意思讲，上帝的罗卜是分享上帝话，讲上帝话，勉励大家行伫上帝道理，毋是照着上帝话吼，煞做人报第二啦。变变，安尼怎么讲呢？所以伊咧讲话啦。所以我伫。迄个欢喜的礼拜，我见讲道拢讲几一篇，就解经，我介少用专题，因为你专题意思是讲，我所讲的道理吼，拢有上帝话来支持我啦。这就是家己的意思讲出来，用上帝来支持我。
来替我背书就对哇，这就是专题啦。哎呦，啊那改经唔是，改经说上帝这真理这段内底是讲出伊要叫咱所行所认捌的，咱来行上帝真理啦，唔是上帝真理替咱背书啦。了解吼？啊，咱有这个世间人知影讲哦，这种少年的要娶某要看对象，拢无得等恁讲，咱最后一个方知影的，哎，知影是讲你对餐厅等我就好。啊无哎哟，啊，今日讲啊，主人来啊，拍一破啊，无叫我啊，免叫你讲话，啊，你莫讲啦，你年岁遐大吼，你讲三讲四了开，阮少年无爱这个开口啦。好，我甲你评论讲，好，我是要老死啊。和我无共咧，较早我老爸娶某，我咧娶某时啦，我老爸娶某我无参加。我咧娶某时，我老爸讲啥讲？恁爸咧娶新妇啊，是咧娶某，目睭8毫金哦，是恁爸咧娶新妇哦。伊咧主婚就对啦，毋是我咧娶某啦。哦，是，啊，叫我做啥做啥咧，讲总。啊，这意思是安尼。咱即马过来讲到现在偶像，现在偶像有两种，上明显的就是，即马人就从上帝地位取代是啥？就阮咱少年咧，有个哈韩族嘛，对不对？迄哈韩族哦，韩族哦。一张票8000块啦，好，咱烧钱去，毋是看迄个韩国啦，啊个伊即个代言的好3-4万块呢，一个国中的囡仔呢，啊钱甲阮老爸老母嘛有用伊啊，都好啊，考啊，你国语自杀啦，啊这是拜偶像，这是拜偶像。有诶拜偶像是讲爱明白啦吼，爱啥物玩意出来好，我含们比拼啦，有比有拼，啊即种人拜偶像。啊，有个人拜偶像是咧拜伊的细囝，好，伊的钱，伊一切拢留俾因囝。啊，逐下人因囝啦，安尼哦，规个哦，无来做礼拜啊，拢为着因囝。啊，这等于拜偶像，但是哦，现代偶像搁一个上明显是啥？两种，一种就是迄个极权主义的，注重自我偶像化，上爱希多拉，听有吼？哈？希特勒对，希特勒，台湾有这希特勒，我看到无书条咧讲到讲希特勒，我实在希特勒、斯大林、毛泽东、甲蒋介石，这人拢注重自我偶像化，拢爱互人民大拥护啦、万岁啦、万载这种。第二种就是迄个上共产主义迄种意识形态来管一个人的思想，管一个人的意志，啊，规个国家拢总互伊管咧说，这是叫做集体偶像化。另外一种就是自我偶像化，啊，我的个性就是安尼，我的少年安尼，啊，全世界拢爱配合我，有这种人无？哦，愈来愈多个性硬东东啊，等于有迄个强迫症安尼。但是哦，咱即马伫因讲的中国内底吼，上偶像化毋是已经毋是共产主义，是叫做啥呢？叫做小皇帝，捌听过无？小皇帝就是迄个第三代单传的第三代，伊一人一出世了6个大人大皇太，爸母啊个啥？个外公外妈，个内公内妈，啊这三代的人拢总啥？拢总一体化。一体化，换一句话讲，伊无兄弟姊妹，按老母啦，嘛无兄弟姊妹，按老爸嘛无兄弟姊妹，所以伊也无阿姨，也无阿姑，也无叔伯、阿叔、阿伯拢无，啊，所以伊也无姑表的，也无姨表，也无姑表，拢无啦，也无叔伯，拢总无。啊，因公啊呢？因公啊，伊也无八公，也无七公啊，也无姑啊，也无姑婆啊，按伊边也无姨婆，也无啥拢无对了。按第三代了，一个人出世，三代皇太，变做真正的自我中心，互人无法度全世界拢配合伊。我去伫迄个南京大学含迄3个学院的院长甲那副校长，伫咧谈的时阵，伊老讲好，阮南京大学的学生确实有够聪明啦。是咧600万的大学生，阮因一年毕业600万啦，比咱大较侪。咱台湾一年毕业20万嘛，伊一年毕业600万。讲阮一年毕业600万的大学生内底，阮是第3甲第4名的。我应该输北京甲清华尔，
因看迄个上海，爱讲了是因着讲啥呢？一个忽然间哦，讲因聪明了，一个讲，哈落还是三四个，哈，我是咧从啥个咧讲个咧，极其自私，啊，另外一个讲极其自私，有够自私，好，咧讲个自我中心，目中无人。请问诶，咱是咱要教咱的囝变安尼无？安尼个性是安尼无？这就是违背第一戒。因为咱圣神点在咱心内，咱会当不断换新、不断突破、不断改变。啊，咱若毋是莫改变，我就是安尼。啊，大家拢爱配合我。哦，安尼死定定啊！这种就是自我想法。咱三个来祈祷，拜上帝，阮来感谢你，守住阮第一条戒，互阮会当自重，阮来真正来认捌你，真正来。学了你，敬拜你，简单独自从阳光归予你。求主你帮助阮有谦卑的心来敬畏你，互阮会当来唱诗歌来学了你，独对你来恳求。求主你帮助阮突破阮一切偶像化。阮无注重牧师，也是信徒，也是爱圣徒来偶像化。阮嘛无注重这物质金钱，甲这名声来偶像化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也无得，互阮落伫算命、落阴府、看蒙这种这巫术。求主你，互阮行伫死正的道路。求主你也帮助阮，会当伫这个时代活出你的真理，带领阮每一个人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